有月子中心以星級酒店坐月、知名餐廳月子餐、指定醫院醫生上門應診作招來，吸引2名準媽媽購買服務，合約金額合共75萬元。不過2人入住後懷疑貨不對辦，供應嘅膳食並非知名餐廳新鮮現製，醫生亦非指定醫院派出，最終向海關舉報。海關昨日拘捕1名40歲女董事兼銷售員，涉嫌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涉不良營商手法。海關版權及商標調查科不良營商手法調查第一組調查主任羅永恩表示，海關早前接獲2名市民舉報，指該月子中心喺銷售過程中涉嫌作出虛假聲稱，誤導消費者選購服務。案中合約金額分別約58萬同17萬。2名受害人係喺網上睇到該中心社交平台宣傳，內容提到入住星級酒店，享用多項護理服務，仲有醫生每星期上門檢查母嬰健康。不過2人入住後發現情況完全唔同，月子餐並非由知名餐廳新鮮現製，而係普通酒店膳食。上門醫生亦非指定醫院派出，2名受害人懷疑受騙，於是向海關舉報。海關調查後發現，相關醫院及餐廳同月子中心根本無合作關係，與宣傳內容有重大差異。海關昨日採取行動，拘捕該中心女董事兼銷售員。佢涉嫌觸犯商品說明條例中應用虛假商品說明罪行，被捕後已獲准保釋候查。海關提醒商戶必須誠實守法，唔可以以誤導性宣傳吸引客人。消費者喺選購服務時，亦應該光顧信譽良好嘅商戶，並留意合約細節。根據商品說明條例，一旦定罪，最高可判罰50萬元及監禁5年。